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少少馬咧，見到內欄位置加州動員都快嘅喎。中間啦，有超超比得佢走3踏啫喎，響外邊啊白衫紅眼罩嗰匹啊，尾4係銀駿，尾3係安裕啊，後邊2匹馬粉紅眼罩咧就有競速威龍要拱出去啦，咁啊平凡騎士俾佢少少啊帶咗出去外邊啦，咁啊暫時2匹馬殿後嘅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咯喎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咧都仲係電信巴打嘅，喜蓮勇敢啊響佢外邊啦，分列3、4位嘅馬，埋邊啊加州動員藍衫出邊呢，仲有右龍串鳳啊，後多層啦，內欄黃衫當年情啦，中檔位置銀駿啦，響外邊呢，仲係超超比都係望空緊嘅，後邊3匹馬啦，安裕要攞出去啦，競速威龍呢，尾二係粉紅眼罩嘅，包咗落尾嘅馬呢，淺藍衫平凡騎士呢匹大熱門馬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就喜蓮勇敢呢，走甩咗1個馬位咯喎，見到中間加州動員越逼越近啊，外邊呢，仲有右龍串鳳啊，入邊追上嚟有競速威龍啦，出邊有2隻銀駿，大外檔係安裕啊，最後100零米啦。